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呢，为各位来介绍这个内容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哈。这是很通俗的道理，但是却是我们生活上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如果你有这种作为，那么你人生的道路呢，就非常的宽广，哈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简单的内容：爱惜自己的福报。 爱惜自己的福报，就是珍惜你自己的现在，各位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要糟蹋嘛！你好不容易现在你今天所用的你自己所要追求的任何东西，都好像很随心满愿。 快乐满足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你前世所种来的，或者是你当下从你懂事以来到现在，你明白这个做人的道理，好不容易你累积，现在各位，你应该要珍惜你现在的福报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呀？不能糟蹋呀！很多人吃东西浪费呀，做什么公家的东西啊，随便这么把它损坏破坏掉，各位，这些都是损福啊，都是损福。你要爱惜自己的福报。 不容易呀，不容易。那么你爱惜你自己的福报，就是珍惜你自己的现在。你以后你这个福报一旦你珍惜它，你的福报就源源不断，不会这中间呢，被咔嚓一样，这个整个中断了。以后你看，等到你福报享尽了，每一个人的福它有个限度嘛，你用完了、用尽了、用光了，那你以后就没了。 你看，很多人就很落魄，知道吗？三餐不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不懂得珍惜，不爱惜自己的福报，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注意，广结人间的善缘，广结人间善缘，什么东西我们都要结善缘，要不要啊？那个路才走得宽嘛，走得远嘛。 各位，你经常帮助别人，人家帮助你嘛；你爱惜别人，别人也会疼爱你嘛。 你恭敬别人，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，所以你要广结善缘，尽量帮助大家。广结善缘就是丰富你自己的未来。你现在所种的因，现在你所种的善因，以后就会得到善报，自然的感召。因果是永远不能改变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种的因得的果，是你自己种就自己收嘛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如果能广结善缘，就是丰富你自己的未来，丰富你自己的未来。这简单的几句话，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为了我们自己将来的幸福，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尽量多牺牲、多奉献、多付出不要斤斤计较。如果你愿意坦然的、很欢喜的跟众生结缘，未来的日子是幸福、是美满的，是充满着一片的光明的。 祝福大家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